新年非常之開心。馬年，我曾經講過，我唔再做一個 YouTube 啦。但係今日係特別嘅，所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但我而家追翻呢隻馬，講翻我今次做呢個 YouTube 係為咗向大家恭賀，恭祝大家身體健康、平安喜樂、萬事如意，祝福大家家人團聚、喜慶滿堂。跟住我就會再俾大家睇一睇有啲進馬圖同埋我嘅賀詞。多謝各位。咁多個節日，中國人最重視嘅就係農曆新年啦，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嘅節日。咁你會見到有揮春、有全盒、有利是，亦都有對聯，全部都係含有祝福嘅意思。今年係馬年啦，咁所以呢，你又見到我有10個馬字嘅成語或者詞語，你可唔可以加啲落去呢？咁你又睇到嗰個駿馬係手畫嘅馬嘅圖，佢嘅跳動，仲有睇到我好搞笑嘅打鼓，可惜就冇舞龍同埋獅，不過唔緊要嘅，你可以想像下就得㗎。多謝收睇。